咱信望爱输入法，佫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别人无的，咱这自定思考的功能，就是会当照家己的需要做家己的思考，通方便快速来拍字，免佫一字一字拍字，嘛会使做记录，像讲要记个地址、密码等等的内容。啊，撇步就是伫遮，吼，咱甲即个输入法的工作选项即个所在，有一个叫做设定，吼，试落了后，啊，伫中间有一个编辑台语、客语、台语的自定思考即个，啊，下骹是客语，吼，咱即摆做台语的，吼，因为我这已经用足济啊，吼，啊，所以伫即个你若新拄啊，即个下载落来，你的思考也毋捌做过的时阵，伊就是属即个型，吼，即个型的，拍几个先出即个，吼，啊，就是讲伫即个 CHARDF， 就是 character， 就是字的 definition， 伊的定义，吼，为遮开始，吼，啊，下骹是结束，即两个中间。咱拢会当自定思考，就讲这伊有一个创一个 sample， 这就是输入码 SAMPLE， 你拍入了，啊，让一个 space， 啊，这个伊就倒来你就爱用另外字去拍繁例，吼，拍后壁遮，你要看拍汉字、拍罗马字拢会使吼，啊，所以以后你拍 sample， 伊就自动会走繁例出来。迄个意义是伫遮个，啊，即个 begin 甲 end 这绝对袂使去叮当，因为这就是定义。吼，你若去甲变动了吼，你若变动，伊就会将啊无效去吼。有一摆有人甲迄个讲伊的思考、自定思考足济啊，但是忽然间拍袂出来，啊叫我去看，啊结果伊就是 begin 后壁 end， 伊毋知影去抬头也拍无去啦吼，啊，所以讲咱大家特别爱注意。啊，迄个自定思考要建立有一个要领吼，就是你输入码甲输出的中间爱让一个 space， 吼，啊，咱就爱会记你输入码是啥个，到时你要拍啥物字入去，吼，迄足重要个吼。啊，咱有一个。上好咱建议采用即个咱这输入法内底有一个缩打法，内底就是甲一个词的每一个音节的头一个字母，甲扣起来，吼，扣起来甲搭做伙安尼，吼。啊，毋过咱即个送气的音，就有 GH 的 PH、TH、KH、CHH， 这拢是一字一字吼。NG 嘛是算一字，所以咱即摆咱来拍即个吼，拍即个做者互大家sample大家看吼，就讲咱即摆最近上一个台语工具撇步分享社，你咧拍一个字拍足费气的，你敢若拍讲台语就是 TG。撇步 PHP， 哦，撇 PH 步 P， 哦，到时拍这5字，啊，让一个 space， 啊，遮个字你着爱用输入法一字字去拍，看你要输出是啥个，抑佫一个就是讲，咱即个分享社，咱的迄个网址的连接，哦，你要记也记无落来吼，所以咱用即个所在，咱共款用台语撇步，哦，啊，让一个 space， 啊，即个。就是你连接甲 copy 过来，搭到遮，吼，啊，创好了后，你着爱会记你存起来，即个档案爱存，啊，存落了后，啊，就是开始会当使用啊，吼，会当使用。就讲咱即摆来拍看卖吼，就讲即个拄则拍迄个，吼，台语撇步。台语撇步，迄叫
台语 PH 撇步就出来你要看要选第一个还是台语撇步就是咱拄食即个数字表，咱会记哩你要互人知影讲咱的迄个连接的网络是伫倒位安尼咱就会使开始来拍字希望大家会当轻松、搁真高效率来使用新闻来台语客语数字法的自定事故的功能的撇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